正月15元宵暝，有人讲是小过年。自古早以来，元宵暝男女老幼拢会出来看花灯、烧酒跟软灯卡。带观众朋友来去到家己看一个用手工做歌灯的师傅，伫歌灯顶面画图写字，传承传统的工艺。伫歌灯顶面抹加水的菜砚，等拍打才搁一笔一笔来写字。歌灯抹过菜砚了后，门仔表面会小块金金，搁有一项真重要的功能。你若无用这个菜砚吼，就是像迄布迄有空啊吼，咱咧毛笔咧，咱字咧写的时候拢会断去。做歌灯要40档的赵师傅，做到即马是因兜的第3代。不管是用竹仔编骨架，也是画图写字，逐项拢会晓。伊讲伊少年的时阵，因为写字好看，搁专门替庙时甲拍石仔店来写字。家己园区有10间吼，我写同少写9间咧啦，差不多啦，嘿啦，因为你迄个蒙阿布遐一半以上拢差不多我写的。赵师傅讲，手工做的歌仔灯时间长，成本会较悬，人客如果量较济，会去找工厂，买来较无共的，才会选择手工的。手工的就是讲吼，你拢爱专心落去做，袂使有小可毋对，也是颠打啦。你若毋对颠打吼，你有当时啊就搁颠来。因为功夫有路，赵师傅的手工歌仔灯，正做家己饲一寡展览的作品。伊讲这项技艺未来无的确会互工厂的机器来取代。伫即天来到进前，伊会继续坚持做好每一项作品。记者林伟霆，家己报道。